这间牛肉面同款真特别，特别用乌糖来代替中药材，也有豆油来压味，做这款汤头会回甘、清爽、健康的口味，让人特别喜意。里面坐哦，谢谢你哦哈。牛肚 Q 个食味，牛筋食落就散气，加上真嫩的牛肉，甲香个顺的汤头，互人客食了会阁想要食。它是很天然的，吃起来不会口渴。要安怎甲人客拢学到的天然好滋味煮出来？头家娘王朝辉公开伊的秘诀，第一步就是爱为金牛肉开始，坚持用早起现台温体牛。为善化送到灶骹，干那爱40分钟。若真鲜，营养嘛较济。说落来就是王朝辉的牛肉面内底，就算无加中药，也是豆油这物件，煞同款有豆油色汤头的秘诀。就这样，像我用的哈，就是蔗糖，就也是我们的冰糖，它差不多温度到130到140，它就会慢慢去融化，就所谓的焦糖。冰糖扬起，色味无色变赤，再个慢慢变作咖啡色。快好了，我要丢了啊！刚刚的牛肉，好，弄下去。刷落甲牛肉甲火烧糖辣好嚼，每一块牛肉拢会当食到火烧糖的甜味甲香气。焦糖的特色哈，炒到这种颜色，它的特色就是也干，也翻干，啊，然后也反甜，反干反甜。健康一直拢排伫第一。原来王朝辉15年前捌是一个护士，伫护理界做10多年，却因为经历互人真伤心的意外，伫要升起去做护理长的时阵，决定离开。那因为我前2胎也不幸开始腹中，所以也没办法再继续工作，必须休息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，伊慢慢抚慰心内疼，进一步互伊变甲更加勇敢。15年前决定创业，想袂到真无简单，生理稳定，欠寡钱落来，煞个互员工骗几了100万去。那他跟我讲说，他爸爸妈妈死了，好跟我借了一笔钱，要汇到越南去，我就借了他。又跟我讲说，没有钱买棺木，哦，我又借了他。辛苦欠落来钱哄骗了，迄当阵45岁，王朝辉捌想要放弃人生，却因为无想要互老爸老母烦恼，坚强徛起来。哦，我不能哭哎，我从来不掉眼泪，因为我如果哭的话，我会想到我的爸爸妈妈会难过。人生难免会有无顺时，王朝辉用毅力拼过难关，要用伊落外牛肉面继续来写新的人生的故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